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21，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安尼讲：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三甲来祈祷，通过基督，互阮得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应该受称赞、独一无二的主宰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上帝。主啊！你是独一未死，踮伫人袂通接近的光明中，无人捌看见你，嘛无人会当看见你。主啊！虽然阮袂捌看见你，也袂通看见你，总是你的疼，确实永无改变，永远甲阮三个伫地。主啊！感谢你，伫阮要做罪人的时，就施了你的疼痛来疼阮，因为你找你的独生子来降世，互阮通借着伊的体恤，通甲你和好，也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互阮得到胜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伊听咱，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，通互咱来得到胜利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